記錄一下。我好少咁樣着嘅嚇，因為要拍影片咧，近排就要介紹一啲我哋公司相關嘅資訊，所以着得荒謬少少嚇。睇下全身嘅，耶！咁樣比較方便啊嘛，簡單啊嘛。我中意咁即係咁樣就會比較有效率啲咯。我平均拍一條即係如果係公司，因為香港老闆就吩咐落啦，係嘛，要好好即係宣傳公司咁樣嚇，咁就平均拍一條咧，我大概需要3分鐘到啦。拍我唔需要劇本嘅，係啊，因為全部喺晒個腦裏邊咧即係我公司我做咗廿幾年嚇，咁喺呢個行業裏邊30年咁樣，乜嘢都喺晒個腦入邊啦，隨時都可以講。咁就不過爭在就我唔係好中意着呢啲衫咯，好熱同埋好唔舒服啊！我識咗我女朋友之後就中意咗打羽毛球，然後就幾乎每一次在外面我都是穿羽球衣服，很有趣。有一次第一衫我先脫。脫光光很舒服，耶！沒有，咁咧就有一次同台灣朋友食飯啦，咁有一位好優雅嘅女士問咗條問題，好好笑嘅佢就話：阿基，你冇其他衫嘅咩？然後我話我沒有喎，咩？我說我的衣服已經很多了，我還想要丟咧，因為我覺得如果講球衣，我成日都同我太太講，我大概即係7至10件我已經夠啦，唔需要再買。咁但係就係因為太太好錫我啊嘛，係啊，咁以前喺香港買好多球衣俾我，咁但係其實唔好話7至10件啦，因為我汗多，所以要換得密啲啊。咁其實正常即係3件都夠晒，係啊。咁現代人嘅物質好豐富咯，其實係好幸運咯嚇。咁對於我嚟講，其實我衣服我就冇乜所謂。細個嘅時候可能會比較中意買唔同嘅衫着，可能即係會比較着重人哋點睇自己嘛，外表係好似好緊要咁樣。咁但係而家長大咗就其實沒差，我覺得最主要是輕鬆。哪一件衣服讓我穿得輕鬆快樂，我就最開心。你看到我快不快樂是你的問題。當然，那個女生跟我這樣子說，我也覺得應該。所以下一次跟她去聚餐的時候，我會穿一件。那一件差不多，剛剛那一件，然後跟一條比較 decent 的褲子，然後給他一個好看，因為其實他也是對我很好。為什麼他會這樣子說？因為他很直接哦，他說，因為他覺得我的body 其實不錯，可以試試看穿比較decent 的衣服，但是其實也要看場合，怎麼咧？場合。等一陣我查注音，咁有啲場合係 casual 啲啊嘛，係啊，咁其實所以變咗就係我而家去到比較正式嘅場合，我先至會着得比較即係 formal 啦，係啊，咁但係其實都冇乜正式場合啦，所以我嗰陣時我係嚟到台灣咧，即係為咗做生意咧，就試過去一啲商會，咁就其實呢啲衫就係嗰陣時去呢啲商會嘅時候買咯，係啊，因為我喺香港咧，我十幾年前已經。好少會着即係 formal dressing 嘅，係啊，咁我將啲西裝全部掉晒，反而係我細個嗰陣時候，嗰陣時啱啱出嚟創業，係啊，我仲讀緊書嘅時候係買好多西裝，因為嗰時係細路仔要扮大人啊嘛，你一定個 outlook 要比較係即係成熟，人哋先會相信你噶嘛，咁但係其實係講真啊，呢個係自信心嘅問題咯，即係你。啱啱出嚟創業，你冇自信心，唯有即係外表做得好啲。咁但係亦都另一樣嘢就係表示一個尊重嚇。咁我嚟到你公司，我冇理由着對拖鞋過嚟噶嘛。但後來我做了那個時候做了10幾年之後，就是已經很多客戶已經很熟了。我就是有時候真的穿一件羽球衣就去到客戶的，因為他已經認識我，然後他已經給我做了很多年，他知道。我穿什麼，我就算不穿，也是這樣子幫你做啊。反正我可以做得完。但是因為即係香港有句話啊嘛，人靠衣裝，佛靠金裝啊嘛嚇。咁係一般人嘅認識就係你一定要着得比較decent嘅，你先至係一個專業人士咁樣。咁呢個係一個睇法啦，係啊。另外我睇法就係、對於我嚟講，我個心佛係唔需要金裝嘅，係啊，佛就係佛，係啊，即係一個即係。偉大嘅心靈，偉大嘅存在，着唔着都冇所謂啦，係嘛？咁就
對我來說就是感恩，感恩還是感恩，因為我感覺到他們一直都在我身邊，謝謝，謝謝，還是謝謝。